Java Neo Carbon 碳纖摺疊單車由2月中登陸香港，唔到1星期，頭一批咧已經旋風式俾車友買走晒，第二批終於再到貨啦。面前3隻顏色都有現貨，實有一隻啱你心水。成部車嘅重量都係8.2 kg 左右啫，抽上手非常輕身。我哋會用最清晰嘅角度，將幾種顏色呈現晒俾大家做參考。短片呈現嘅係16寸，依家就有現貨啦。20寸嘅話，依家咧係接受預訂。首先登場嘅係呢一部超級吸睛嘅橙色。呢隻橙色並唔係普通嘅鮮橙，而係帶住少少啞光質感嘅暖調橙色，睇落去高級得嚟，又有活力，完全唔會覺得佢好俗氣。佢同黑色嘅後三角架、碳纖維座管、黑色嘅輪組形成強烈嘅對比，一暖一冷，一鮮一沉，層次感即刻出晒嚟。你睇車架上面銀色嘅字呢，同埋前叉黑色嘅字呢，都係用嚟平衡成部車嘅視覺，令到橙色呢唔會太過搶氣，反而更加突出嘅設計感。無論你喺室內或者戶外，呢隻橙都好容易成為焦點，行出街呢，絕對回頭率爆燈。留意橙色咧只有16寸提供，20寸咧係冇呢一款顏色㗎。如果中意橙色，想平玩少少，你可以考慮16寸或者20寸鋁合金嘅電變版，5000幾蚊就有交易啦。第二款登場嘅咧係暗影胎灰，我可以叫佢做胎黑色。16寸同埋20寸同樣都有生產呢一款顏色嘅，佢都有相當高嘅詢問度。呢隻顏色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呢，就係佢嘅色彩配搭同埋質感。第一眼望落去，你會覺得佢好低調，但係細心啲睇就會發覺好多細節位上面嘅心思。成部車接近60%嘅位置，佢係用啞黑色嚟做基礎，唔會反光，睇落去好高級、好沉穩，完全唔會過於張揚。最巧妙嘅地方就係前車嘅部分，用光面嘅胎銀色做對比，一下子就將個層次感馬上提高。黑色同銀色嘅組合經典得嚟又好睇，帶住一種工業風嘅硬朗感，將沉實嘅啞黑色有效咁襯托出嚟。對比起鋁合金嘅 Neo， 碳纖 Neo 咧就唔會有魚鱗嘅燒焊，望落去自然舒服啲，精神啲又靚仔啲。今期嘅批次會有更多嘅內走線設計，之前嘅油管呢係經由摺疊位嘅中間穿入去，而今次呢就喺車架嘅前部分開咗個孔，令外露嘅線材減少，一路經住車架兜入去後三角位嘅部分，再穿返出嚟，做一個後油剎嘅油管。16寸依家有現貨發售，20寸嘅話預訂後大概3月底之前有貨。跟住落嚟嘅呢一款係暗曜黑紋，即係黑大理石色，係第一批最受歡迎嘅顏色。無論16寸同埋20寸都有發售，第一眼就會俾佢表面嘅全黑大理石紋吸引住，光線射落去會有細微嘅流動感。黑色嘅顏色低調，但係加上大理石紋又變得相當有貴氣。全車統一嘅黑色調，由車架、碳纖座管、輪組一氣呵成，睇落去非常乾淨簡潔。亮光嘅效果，摸上手滑捋捋，我自己都好中意呢隻顏色，真係好想留翻部俾自己踩出街威一威。佢唔會過分搶眼，但係絕對會令人忍唔住望完一眼又望一眼。呢種低調奢華嘅魅力，就係呢隻黑大理石紋最吸引嘅地方啦。上部車變得黑上加黑，你仲可以加錢更換全黑色嘅月牙鋁胸鏈條，令到部車望落去型啲。同時同原裝嘅鏈條相比，佢嘅鋁胸設計又可以偷輕成部車多少少。講到偷輕啲，又點少得最強嘅毒品碳纖3刀輪組，有啞黑色、靚黑色、黑白雙色俾你選擇。最後一隻顏色咧叫做橄欖綠色，網友封佢叫做鹹濕綠，
有嘅鹹濕。我問埋 AI 都答唔到我咩叫鹹濕鹿。原來咧佢哋嘅意思就係話呢隻綠色非常吸引，咁所以流晒口水就叫做鹹濕鹿啦。定係話你鹹濕鹿？其他嘅車款都係配上紅色嘅碟剎器，唯獨是呢款呢係配有青色嘅碟剎器，佢哋又叫佢做青邊包啦。網民嘅無限創意真係不得不服。我哋酷溫提供全港免費送貨到樓下嘅服務，由專業嘅單車技師親自送上門，送俾你嘅時候，師傅仲會親自教你接車、電邊應用、日常保養嘅心得等等，全程專心專注咁樣一對一照顧你。喺教授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即場試踩翻幾個圈，有咩覺得唔妥想調教，師傅咧都會即場幫你處理。如果想買 Leo， 記得揾我哋酷溫幣查詢或者 WhatsApp 54829987，期待你嘅光顧。